人世浮沉數十載，萬事皆有定數，萬物皆有時序。人過60，走盡半生風雨，歷遍世態炎涼，人情冷暖。年少的衝動執着，中年的奔波打拼，通通隨歲月淡去。踏入老年階段，人生最大的所求，從來唔係名利富貴、物質奢華，而係身心清安、家庭和睦、晚年無擾、身後無爭。好多長者一生勤儉自持，勞碌終身，捱盡艱辛，積下物業存款，私己積蓄，原本可以安享清福，悠然度日，偏偏臨老栽在遺產分配呢一件事上，不生血汗積累的家底，非但未能庇蔭子孫，成全家庭美滿，反而變成撕裂親情、滋生爭端、招惹是非的禍根，令原本溫暖和睦的一家人變得猜忌計較、反目成仇，自己晚年不得安寧，身後更留低無盡紛爭。呢種人間鹹事，日日喺市井之間上演，究其根本，不過係長者不懂晚年辭財的分寸，唔識人心陰陽的變化，唔明遺產全家的義理大道，易經之道講究與時界行，盈虛有度。人生每一個階段都有對應的立身處世、持家守財法則。少年而進，奮力打拼，積累根基；中年而守，穩固家業，撫養後輩；老年而定，定心守本，藏福安身。60歲之後，體力日衰，精力漸退，世事看得通透，人心看得明白。最緊要的，從來唔係繼續付出、無私奉獻，而係守住自身根本，拿捏人情分寸，妥善佈局身後事。世間大部分長者都有一個通病，就是一生為家人而活。年輕時省吃儉用，毫無保留，將所有最好的資源都留俾子女，供書教學，助其成家，幫其立業，耗盡半生心力扶持後人。到咗年邁體弱，依然心軟牽掛，不懂自持，見子女生活有壓力，工作有辛勞，就急於將名下物業轉名，將畢生存款平分，將所有資產悉數交付，以為早啲分配遺產，清空家底，就能換來子女感恩孝順，家庭永久和睦。但世俗人情從來經唔起利益考驗，財聚則人和，財散則人亂。呢句老話樸實無華，卻道盡千古不變的人性真相。晚年的福氣從來唔係依附子女、依附他人而來，而係自我積蓄、自我守住、自我成全。與將晚年安穩寄託喺子女的良心之上，不如牢牢將財產主動權握喺自己手中。手中有錢，心中不慌；名下有產，晚年有恃，先係老人家最踏實、最可靠的養老根本。好多長者悟唔透呢個道理，晚年犯的最大過錯就是太早清產、過度放權、掏空自我，未經深思熟慮就草率分配，不生家底，最終好心做壞事，積福變招禍。60出頭，身體硬朗、思維清晰的長者，最忌心軟過度、顧念過多，見子女供樓壓力大、養兒負擔重，就隨意將唯一自住物業無償轉名，將多年積蓄全數分配，將私己首飾、珍藏資產悉數交出，以為一身輕鬆便能安享晚年。殊不知過早的財產移交，恰恰係打亂家庭平衡、滋生貪念的根源。義理有云：無勞而獲者必無惜福，得之太易者必不珍惜。子女未曾付出半分汗水，未曾歷盡打拼艱辛，就輕易得到長者半生積累的房產與存款，心性必然慢慢鬆懈，失去上進打拼的動力，獨立立身的本心，日漸養成懶散依賴、貪圖安逸的習慣。
佢哋唔會體諒長者數十年省吃儉用的辛苦，只會覺得長者的積蓄、房產都是自己理所應得的福利。一旦慾望未被滿足，生活稍有不順，非但不會感恩，反而會心生埋怨，怪罪長者扶持不足。呢種由過度施予養出的私心與惰性，最終只會害咗後人，亂咗家風，敗咗家和。若是獨生子女家庭，過早分產尚且只是容易養出懶惰貪心；若是子女眾多的家庭，過早分配遺產、拆分財產，必定會引發手足猜忌，滋生無盡怨念，最終撕裂數十年的手足情分。世間從無絕對公平的分配，物業有地段好壞、面積大小、新舊差異。存款有零有整，有多有少，資產有增值潛力，有貶值風險。無論長者如何用心平衡，盡力均分，始終有人會覺得自己吃虧，他人住數；有人覺得自己陪伴長者最多，付出最多，分得卻最少；有人覺得自己經濟拮據，最需扶持，長者卻未曾偏顧；有人懷疑弟妹暗中多得，長者私下偏心，種種不滿日積月累，慢慢化為根深蒂固的怨恨。昔日從小相親相愛、患難與共的手足，就此變成互相指責、互相爭搶的陌生人，最終對簿公堂，老死不相往來。好好一個完整溫暖的家，就此四分五裂，滿目瘡痍。看似係子女貪心自私，實質根源係長者唔懂晚年損益平衡的大道，過度付出，不懂自持，最終換來滿盤皆輸。更值得所有長者警醒的係，過早轉移財產、草率分配遺產，極容易讓自己晚年陷入被動無助、無依無靠的絕境。坊間無數真實案例，足以引以為戒。不少老人家將唯一安身的物業轉名子女，將畢生存款全數交出，自己淨身出戶，手無分文，滿心以為可以換來子女悉心照料，安享晚年。結果子女一朝得產，心願得逞，即刻翻臉無情，變換心態，對長者冷漠疏遠，不聞不問，日常起居不予照料，病痛不聞不問，甚至嫌長者礙眼，驅趕離家，拒絕贍養。老人家年老體衰，行動不便，無財無產，無力自保，想維權卻苦無證據，想求助卻無人可依，想翻身卻無力回天，只能忍氣吞聲，看人面色，苟且度日。畢生辛苦積落的家業，成全咗子女的安穩富足，卻親手斷送咗自己的晚年退路。呢種得不償失的結局，正正違背咗義理固本守根的鐵律。萬事萬物本末先行，長者自身先係家庭的根本，福氣的源頭。自身安穩，先可以庇蔭家人；自身無底，必然福氣消散，晚年淒涼。第二，從晚年遺產智慧係看透人情陰陽，識破人心虛實，絕唔可以一時表象定人心，一時孝順判品性。世間最難測者為人心，最易變者為人情。尤其是面對大額房產、存款、遺產之時，人性深處的貪欲、自私、功利都會毫無保留顯露出來。好多長者年紀大了，心思單純，容易感性，偏信表面表象。邊個嘴甜識講好話，邊個日日陪伴身邊，邊個一時殷勤體貼，就武斷判定邊個最孝順、最真心，繼而將大部分財產、最好的物業留俾對方，最終往往大錯特錯，終身追悔。世間太多偽孝順、假溫情，專門拿捏老人家心軟善良、渴望陪伴的弱點，目的性極為強烈。故此晚年財產分配、遺產規劃最忌衝動感性、心急草率，
未到人生最後歸塵之時，一切財產皆自留，一切安排皆待定，一切人心皆待靜觀。長者無需急於分家，無需急於立遺囑，無需急於分配家底，大可心平氣和，靜觀其變，用數年時間默默觀察每一位子女的真實品性、盡孝程度、責任擔當，邊個真心感恩、默默侍奉、有責有擔，邊個虛情假意、貪圖利益、只懂索取，邊個遇事包容體諒長者，邊個遇事計較、自私自利。歲月自然會拆穿所有偽裝，沉澱所有真心。待到人心看透、品性看清、善惡分明，再從容淡定規劃身後之事，合理分配遺產，先可以做到公道自在人心，福澤歸於善人，杜絕善人受屈、貪人獲利、家庭生怨、親情破裂的憾事。呢種靜心自持、與時偕行、以定制亂的處世方式，正係以理靜、以修身、定以安身的晚年最高修行。第三重核心大道係明白遺產分配有分寸，家庭和睦靠平衡，公道不在情面而在規矩，和諧不在偏袒而在均衡。世間絕大多數的手足反目、子女爭產、家庭離心，從來唔係家底太薄、積蓄太少，而係長者分配失衡、偏心過甚、處事不公、分寸盡失。好多長者心有偏私、愛有厚薄，或是重男輕女，或是偏愛幼子，或是寵愛嘴甜、會討好的子女，對心儀的後輩過度饋贈、過度扶持，處處偏袒，將最好的物業、最多的存款、最優的資產悉數傾斜，對其他性格耿直、不善討好、默默盡孝的子女，卻冷漠忽視、一毛不拔、處處苛待，甚至覺得對方理所當然盡責，無需補償。長者身為一家之根、家庭核心，一言一行、一語一取都牽動全家人心，左右家庭氣場。一旦偏心失道、分配失衡，就會徹底打破家庭陰陽平衡，滋生無盡怨恨，積累深層矛盾，埋下長遠隱患。世間所有的晚年不安、家庭爭亂、親情破裂，歸根究底都係得失失衡、分寸失道、人心失察。長者唔識守本，所以晚年被動；唔識觀心，所以錯付真心；唔識平衡，所以家庭失和；唔識規矩，所以身後紛爭。60歲之後，人生已然收官，奮鬥的時代已然過去，打拼的歲月已然落幕。接下來的人生，只需要守定靜和，守好家底，守住本心，守住分寸，定好規矩，定好分配，定好人心，靜觀世事，靜待人心，靜養身心，和順家庭，和暖親情，和樂晚年。易經選益二卦，道盡人生萬事萬物的終極規律，選有節度，益有分寸，與時蛇行，陰陽平衡，適用於四季輪轉、萬物生長，亦適用於長者晚年持財、全家安身的修行。晚年持財，守大體，知進退，懂節制，明善惡，規劃遺產，重公道，講規矩，察人心，保和睦，不提前掏空家底，不隨意信任人心，不偏心亂分配，不草率留隱患，以自持安身，以公道全家，以厚德留福，以通透度晚年。人生一世，積財容易，守財難；打拼容易，收官難；有產容易，全家難。真正的晚年福氣，從來唔係積蓄幾多財富，留下幾多物業，而係自己晚年安穩無憂，身心自在，身後家庭和睦，手足同心，子孫懂得感恩，明白分寸，知得進退，守得善良。財富可以傳代，分寸可以傳家，
德行可以傳世。60歲以上的長者參透晚年損益之道，守住辭財全家分寸，自然可以遠離是非紛爭，擺脫人心困擾，安享清靜晚年，畢生積蓄得以造福後人，而不招惹禍端。一世德行得以庇蔭子孫，而綿延福澤，真正做到老有所安，財有所歸，家有所和，福有所傳。